今日兄长专门为你我准备了家宴，等到回府，我再弹给你听。四弟，既然青所有这个要求，你又何必拒绝呢？家宴晚一会儿就是了。那小弟献丑了。妹妹，大司空弹奏的是蔡邕、蔡中郎的《蔡氏舞弄》中的绿水，意境悠扬，在音律上跳脱无拘。夫人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当真是小看了本司空？今日你嫁进了大司空府，就来得走不得。四弟果然是音律奇才呀！兄长过奖了，小弟献丑了。要说四弟的琴艺，自当别无他论。倒是青所的舞技更胜从前了。妹妹，你果然想起从前了？也许是，也许不是。那到底是不是啊？除了舞蹈，是不是把别的事情也都想起来了？怎么，你那么想让我想起从前啊？难道从前我欠过你金银珠宝吗？那倒不是，我只是关心妹妹。婉儿，后面的饭菜已经准备好了，想跟青所话家常，等家宴后再说吧。是。这种逢场作戏、佯装恩爱的日子，
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？我的身世又要到哪里去找呢？我说过，没我的允许，不准离开我身边半步。我在跟你说话呢。怎么，怪我打断了你思念情人？既然知道，又何必来打扰我？我早该想到你是这种人。刚才还亲亲热热地拉着我的手臂，一口一个夫君，现在却为了别人在这里伤心出神。你还不是一样，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，左右我不过是你的诱饵，你又在意这么多干什么？既然知道是诱饵，那就乖乖待在我身边，没事跳什么舞？你想告诉谁你想起了从前？你就不怕引火烧身？我想告诉谁，你心知肚明。原来是在逞强。如果我不逞强，怎么能让我的敌人心存顾虑，不会那么快下手再来害我？我知道，我的死活对你来说根本就无所谓。可是，这里是大冢宰府，就算你装模作样，也应该保我周全吧？更何况，在外人眼里，我可是你的人。如果对我下手，就是不给你面子，还有可能把你也拖下水。既然知道厉害，为什么还要锋芒毕露、莽撞行事？谁告诉你可以这样肆意妄为？你与其在这儿讽刺威逼我，倒不如好好想想，怎么利用我这个诱饵，引出更多的细作。怎么，知道逃不掉，想用这种方式吸引我的注意吗？是又怎样？是就最好。我最喜欢这种欲迎还拒的女人。放开我！你干什么？你喜欢就好。雅婉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跟夫君刚才竟然都没察觉到呢。来了这么多次大冢宰府，竟然不知还有风景这么好的地方。大司空跟妹妹倒是看到了好风景，婉儿找遍了整个大冢宰府才找到你们。婉儿何苦亲自来找？叫个下人来找就是了。如果叫下人来找，那岂不是要错过这等美好的风景？那不是得不偿失了吗？是吧，婉儿姐姐？夫人找你，只怕是有提几话要跟你说呢。夫君，你曾经对我说过，你舍不得离开我身边一步。现在姑母来找我了，你说我是去呢，还是不去呢？玩笑而已，去吧。啊，那你也别忘了，你答应过我，琴只弹给我一个人听，话只说给我一个人知。你以后再也不会朝三暮四、朝秦暮楚，这也是笑话吗？不是笑话。那我就去探望姑母了，姐姐再见。这个袁清所到底想干什么？也不知道你姑父中了哪门子邪，一定要找到镇魂珠。我真不知道那镇魂珠究竟有什么好。姑母，你不必伤心，姑父一定会找到镇魂珠的。来，你姑父的脾气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他现在的脾气越来越坏了，要是再找不到镇魂珠，只怕是会休了我，或者干脆杀了我。姑母，你不要担心，你与姑父伉俪多年，姑父不会伤害你的。你就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吗？
你连跳舞都想起来了。你再想想，新婚之夜发生了什么？怎么会晕倒在新房里的？姑母，青锁真的想不起来，刚才那个舞蹈就是突然从我脑海里蹦出来的。你姑父现在已经派人把大司空府里里外外都翻了好几遍了，还是没有找到镇魂珠半个影子。谣言都说，是从你离府出走之后，镇魂珠就不见了。这看来也不一定是假的。你再想想，是不是有别的机会？做了什么？你到底把镇魂珠放到哪儿去了？做了什么？做了什么？做了什么？别的机会？明明镇魂珠就是你拿到手的。啊，姑母，你怎么知道镇魂珠就在我手里？还是说，当时青锁奉命去取的时候，你就在身旁？我只是听你姑父说起的，八成是你办事不力，派人跟踪你。要是那样就好了，起码知道镇魂珠遗落在哪里，用不着现在这样费心费力，要用把我押上断头台的方法，让我想起从前了。那是你姑父冤枉你了。当时我也向你姑父求情，可是他偏偏要秉公办事，为此我还得了一场大病。我知道，姑母，我是2个月前才来到大冢宰府的。在这之前，您都一直在乡下雇人抚养我。那我想知道，您把我养在哪个乡下，在什么地方？如果我去了那儿，说不定就能找回记忆了呢。这个……怎么，姑母，你难道连青锁从小在哪里长大都不肯告诉我吗？还是说，你跟姑父一样，害怕我逃走，就不会回来了？我只是怕你姑父生气，对你不利。也好，既然大家都不想让我离开长安城，那我就乖乖地待在长安城，再好好想一想，把所有的事情查个清楚。有轿子不坐，偏要走路，你中哪门子邪啊？如果有选择，你愿意做星星，还是做风？怎么，诗性大发啊？回答我呀，是想做星星还是做风？我知道，如果让你选择的话，你愿意做风。为什么？因为风可以穿墙过院，穿山过海去找他呀。反正我是发过誓了，没你的话，我是不会离开这里的。后悔了？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你猜？我猜你想做风。我可没有想探望的人。因为风可以风流啊。怎么，我说的不对吗？我想做星星。为什么？因为星星可以整夜都不眨眼睛，看着自己心爱的人。哎，这星星也真是可怜，竟然跟你这种人攀上了关系。怎么，你甘当不眨眼的星星，是为了演晚？看来我还真是奢望了。一个连记忆和感恩都没有的人，怎么可能会明白我的心思呢？袁青锁，记住你的誓言。休息够了吗？可以上轿了吗？哎，你拉我一把，快点！啊！碧香，把他扶进来。夫人，来。哎呦，哎呦，腿都坐麻了。小莲，小莲，陆羽，这些天你都衣不解带的照顾长姑，这样下去不行，长姑我来照顾，你先下去休息吧。
兄，你就准我在这儿吧。有我照顾长工，你还不放心吗？你再这么下去，表兄，现在我心里比死了还难过。长工都是因为我，所以才变成这样。表妹，不只是因为你，就算你没被突厥人抓去，我等势必也要跟突厥大军有一场大战。现在突厥叶护被杀，他的军队溃退回突厥境内，几年之内绝不会犯我边关。军人马革过世，长工受伤是值得的。不，长工是因为我才这样。长工不行，就算是累死，我也不会离开这里。小莲，流星在夜空中沉没，一转眼变成了最远处的萤火，独自为黑夜闪烁，照亮了什么？或许是属于自己的传说，用了1000年来看破。干嘛要吓人家？谁叫你鬼鬼祟祟的站在我后面，还傻傻站在那儿干嘛？还不快飞奔过来！谁还会记得？来接爱情的河，就让满天的萤火化作飞舞的烟火，就算剩下的光越来越微弱，就让前世的你我开出另一种结果。揭开我们心中几千年。四哥哥是大坏蛋，又用美男计欺负我。我哪有？就是欺负我。不过，我们家小莲的刺绣真的是越来越好看，不愧是会这东西。真正的奥秘在这里呢。看。就让前世的你我开出另一种结果。揭开我们心中几千年的锁，揭开我们心中几千年的锁。小莲，小莲。主上，怎么回事啊？夫人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累了？啊，没有没有。陛下，厨房还有桂花砂糖糕吗？今天我在大冢宰府吃的拘束，没怎么吃饱，这会儿肚子饿了。好，那奴婢去看看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奶酥可好？明明记得我就是在这儿找过镇魂珠的呀，而且杨婉也拿到了那个盒子和那块布救了我。就算镇魂珠不在这儿，至少该有点线索吧。
只是可惜了这宝贝。大司空，此处僻静，这间屋子势必被那些想要得到宝贝的人搜了不知道多少遍，应该不会再来了。但说无妨。确实如此，大司空但请放心。皇上说，那东西放在皇宫的藏宝阁内，绝不会出什么问题。倒是大司空要谨慎小心些才是。自从大司空府来了刺客，皇上一直担心呢。这个宇文邕到底搞什么鬼啊？昨天夜里见的那个人是谁？藏宝阁，皇上，又是什么意思？镇魂珠究竟在哪里呀？等等，这个宇文邕诡计多端，说不定就是他。他说我拿走的镇魂珠，哼，一定是他。一定是他贼喊捉贼，这镇魂珠说不定就在他手里。藏宝阁，宝贝就在藏宝阁。哎，宇文邕啊，是陛下夫人啊？怎么，夫人要找主上？我怎么会找他呢？我是觉得早上起来有点乏。想活动活动筋骨，幸好夫人不找主上。哎，陛下，为什么幸好不找主上啊？因为主上他，主上怎么了？你快说呀！那个颜婉姑娘一早就登门造访，来找主上。这会儿两个人正在碧玉池那边嘻嘻哈哈的，不晓得在说些什么。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主上跟颜婉姑娘有些什么呢。夫人，对不起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夫人，你生气了？我生什么气啊？那个颜婉好像这里的女主人一样，看着就碍眼，就像跟吃奶酥一样，把她都给吃掉。哎，对，就是要像吃奶酥这样，把它吃掉才好办事。夫人，奶酥不能打架，不对，夫人，你不能打架啊，夫人。婉儿，你可是答应过我，从岐山镇回来就给我做点心。怎么，现在才送？婉儿还以为阿庸有了青锁妹妹，就什么都不缺了呢。她，哟，她。婉儿姐姐真是好雅兴啊，这么早做了这么多点心过来。妹妹来的正好，尝尝我亲手做的点心。夫君，你不是说在这里等青锁拿些奶酥吗？怎么青锁不过去洗了个脸，梳个妆，夫君就饿得吃婉儿姐姐的点心了？怎么，你重新梳妆了吗？哟，我看看。要说这妆容，妹妹只怕疏忽了吧？这眉毛画的也不怎么样啊。婉儿姐姐说的是，今天是青锁自己画的。要是姐姐平时看到的那样，都是夫君帮我画的。婉儿只听说汉朝京兆尹张常喜欢为夫人画眉，没想到大司空也有这个嗜好。哼，妹妹什么时候跟大司空如胶似漆了呢？这个只怕就要夫君来回答婉儿姐姐了。夫君，你说呢？这个嘛，夫君，你看，你最喜欢吃奶酥了，来尝一口。哎，我喂你啊。婉儿不打扰大司空跟青锁妹妹了，婉儿告辞。婉儿姐姐说的是。还有这些点心你也一起带走吧，因为今天我也做了不少点心，我怕夫君会撑坏肚子。再说了，这点心啊，热的总是比冷的好吃，对吧？
看来你心情不错呀。怎么，你没看出来？我是在讨好你吗？我是怕你吃点心吃得太开心了，噎住你，所以特地赶来救你的。不过，婉儿今天送过来的点心，确实和平常不一样。唉。等你的脸着化，看你得意到几时。我可不是来捣乱的。手不累吗？有点。那你不说，我说了你会准吗？今天来找我，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说？没什么事。没事啊，好，那我走了。哎，元悠啊！我的墨，你这墨，该不会又是什么名家的古董吧？每次跟你在一起总要倒霉。什么？倒霉？你应该自认倒霉吧？是谁强行把我留在大司空府的？哎，这形状画棵松树正好。你这人怎么能这样？哎，我来画棵松树。别跑！你别过来！你过来！你别过来！我就画棵松树嘛。我警告你，你再过来，我就要拿这个扑你！你敢？我怎么不敢？你竟然真敢泼我！真漂亮。一会儿命人把它裱上，挂墙上。啊，没见过你这样的人，脸皮比城墙还厚。说吧，你想去哪儿？不说，那我就裱画了。哎，等等，我想去皇宫。你再说一次。皇宫，我听别人说，那皇宫里有一个藏宝阁，里面奇珍异宝无数，我想去看看。看来我是对你太好了。你难道就不想知道真相吗？我不过是想找回记忆，就想请你带我去一趟皇宫。你这么害怕干嘛？难道你就是害我的人之一？你说，你偷听到什么了？我哪有偷听什么？我不过是想去皇宫而已。我看你是贼心不死，你别以为我把你放出来就可以肆意妄为。我看你还是适合被关起来。你带我去皇宫。跟我走。哎，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哎，干什么？元佑，你放开我！进去！我不！你这个
疯子，你放开我！主上，那个奶酥是我拿的，千万不要怪夫人。这是什么？啊，我你掉的点心？没有，我只拿了奶酥。把这儿扫了。啊！你给我进去！你放开我！干什么？宇文邕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不过是想找回记忆罢了。你真的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吗？我不就是你眼中的恶徒吗？记忆，什么样的记忆，现在居然对你这么重要，能让你放下身段去讨好我？什么样的记忆，在大冢宰府、在大司空府里想不出来，非要到皇宫里去想？宇文邕，你不过是想找借口把我关起来罢了。好，我不过是你的囚犯，那你现在就把我关起来吧。站住！怎么，还想把我关在牢房里吗？躲开！这是……躲开！陛下！啊，主上！啊，不是我！刚才谁来过？刚才有谁来过？我也不记得了。还不出去！长公，你醒了，你终于醒了。一点小伤。怎么是小伤呢？刚才军医说了，这差毫厘就伤到了心脉。我去叫军医。洛雨，我有话对你说。长公，你才刚醒，需要好好休息，不要说这么多的话。不，洛雨，我昏迷的时候，有些话一直想对你说。来日方长。洛雨，不要总留在我身边，找个好人嫁了吧。殿下醒了！快把参汤拿来！我瞧药。把新的布条拿来，给殿下换药。快！哎，快点！好，快点！姬侍卫，不知道大冢宰这么急传唤婉儿，所谓何事啊？严姑娘不会以为主上会对你欲行不轨吧？姬侍卫误会了，婉儿怎么敢呢？我只是觉得心里有点慌，不晓得做错了什么事，所以才贸然向姬侍卫打听。原来严姑娘也知道错了，请姬侍卫提点。你敢打我？严姑娘见谅，这是主上的意思。主上正在花厅，请。参见大冢宰。怎么今天行这么大的礼呀？婉儿知错，请主上责罚。你很聪明，可惜耐不住性子。一个擅自行动的棋子就不是好棋子。婉儿不明白，
为什么大冢仔偏偏叫元清所去找镇魂珠？杀了元清所之后，我儿自然会去找镇魂珠，还请大冢仔明示。你想知道的事情还真多。我儿失言。你不过是想嫁给宇文邕而已。你当寡人对你的承诺是假的？大冢仔一言九鼎，我儿不敢这么想，请大冢仔明示。起来吧。谢大冢仔。宇文邕是个聪明的人，怎么可能会查不出是你在元清所的床上做了手脚？这件事情你自己想办法解决吧。还有，今后没有我的命令，你敢动元清所半根头发，我就对你不客气。是。这只老狐狸，我严大姑娘早晚有收拾你的一天。真是情迷人眼。这丫头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歹毒了？活该让人打。香无尘，你怎么又换了张脸？是啊，武林中人都知道，我香无尘的易容术天下无二，光脸就有3张呢。怎么，你是觉得不习惯，还是觉得不够英俊？香无尘，你那徒弟是何等货色？你不是不知道，今日不处，必留后患。师父。桃花，徒弟是人家的，怎么处置是人家的事，你未免也管得太宽了吧？是啊，桃花，你是不是太关心元清所了？香无尘，我看你是被邪魔歪道占了心，分不清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又何必苦苦跟随呢？哼，此事与你无关。香无尘现在跟我在一起，就跟我有关。香无尘，你欠我的，终究要还。我们3个月后吊念山见。哼，我欠你什么，你拿去便是。桃花，你所要的不过尔尔。香无尘，你够狠！香无尘，我给了桃花点颜色，你不会在意吧？他如此敌我不分，早该给点教训了。师父，您到底欠了那疯婆子什么东西啊？难怪宇文护会叫下人赏你1巴掌。师父，哼，别怕，我欣赏你。还不回你的大冢仔府去，乖乖待在你的客房。你再敢动元清所，不止宇文护不会放过你，连我也不会饶过你。是。还不快去！我儿告退。你何苦吓他？怎么不说话？恐怕是你的心思还都在桃花的伤口上吧？我在想，我的哪张脸才能博仙子一笑呢？当真？此话当真。不过当务之急，我们是要在宇文护之前，叫元清所找出镇魂珠。话说回来，
我们3大护法打得不可开交，怎么那诸葛无雪竟然没有露面？难道他真的不想要镇魂珠了吗？诸葛无雪，他早就来了。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向着元清所？为什么？宇文护是，师傅是，宇文邕更是。我到底哪里比不上那个失西风的傻丫头？因为元清所可以找到镇魂珠啊！青龙护法？怎么？你师父朱雀护法到底说了我什么坏话，叫你看到我就脸色苍白？没说什么。真是可怜呐！一个如此聪慧的女子，居然被那帮蠢货不知怜惜的折磨成了这个样子。青龙护法，你都知道了？这天底下没有什么事能逃得过我诸葛无雪的眼睛。青龙护法，天色已经晚了，我先走了。回去继续做你的傀儡棋子，过着连喘息都不敢大声、压抑着自己愿望的生活。青龙护法的意思是？